Hello，26年嘅第一日，1月6號星期二，我就走咗嚟練習啦，都係一個常規嘅練習啦。25年嗰個問題咧，帶到而家咧都未可以100%解決，不過就好咗好多。就係呢度啦，呢度啲肌肉，尤其是隻右腳。26年嘅第一日，我都係集中火力喺呢個位置咧，等佢同佢上下身個配合咧，大家同一個軌道咧，呢個痛嗰個感覺咧冇咁犀利，甚至乎或者係冇。但係如果我呢位咧偏離咗個軌道去練佢嘅時候咧，佢就會痛嘅，因為大家互相掹扯。喺以前嘅片我都講過，一啲緊一啲鬆咧，大家就喺度角力，一角力就好容易拉傷。雖然係有少少似你啱啱學跳舞去拉，不斷刺激啲肌肉嗰種痛，不過而家就小心啲咯，因為已經冇後生嘅時候啲肌肉嘅質量咁豐富咁多，而家要增長唔容易啊！咁就好簡單，要做到呢樣嘢咧，其實就要花少心機落去。好啦，咁而家就係我開始去花心機去處理佢嘅時候啦。挑到沉肩咧，將力向天上面走。拿捏得再準確啲咧，就唔會咁容易落咗啲其他地方。翻外側嘅力量強啲。好，26年嘅第一次大功告成，我走啦。非常好，又係每一次都非常好。今次又有一個更加好嘅啟發，喺個肩度再強化去 support 我成個身體，將個肩啲舊患逐一 delete 佢，跟住個反應真係都唔錯。咁啊又係啦，好簡單，又係嗰句繼續努力，下次見。